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强调将注释110岁；第2届五五愿景青年论坛圆满闭幕；印度中央邦前首席部长访问达兰萨拉；西藏阿坝3名僧人被捕。其中1人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驻西姆拉首席代表拜会西茂希尔邦新任首席部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在印度北部接见美国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的代表。尊者在发表讲话时再次指出将注释110岁，并强调他愿长寿不仅为自己，更为了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600万藏人同胞。以下为达赖喇嘛尊者向美国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代表开示的全文。즉 최바로 저는 배 로자도 주숨사듯이 제지 이 수고 아니는 식이야 아니 당식을 봐 단단하모 내 집에가 아니야 내 집에가 아니지 내 소치부실이야 깨깨기 그래서 얘는 반전 넘어다 가서 뒤에서 셰셰 그래서 반전 하면 말이야 결혼에 로 다들 주되고 태소면시 디소스 그래서 제가 또 이주주 아니 내 뒤줄이라도 뭔데 제가 그들래 로 다들 주지 다시 돼야기 이 뭘 상처하고도 그래서 단지는 뭐 되셔야 아니 나의 실은 못 돼야지 알아서 가서 깨끗하네 알아서 실은 못 주고 삼아 주고면 별 자신이면 이리상 알이야 롯데시 되기요리此外，第2届五五愿景青年论坛于19号圆满闭幕。与会的近100名藏人青年同流亡藏人社区的专业人士，就有关西藏历史文化的发展、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和西藏自由运动的未来前景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同时还制定了有关西藏未来政治地位的行动计划。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组织下，为期4天的第2届五五愿景青年论坛于8月19号圆满闭幕。在会议期间，与会的主讲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囊诺布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到本民族的自由斗争事业中，并特别敦促旅居海外的年轻一代的藏人青年，在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掌握西藏的过去历史，使自己成为塑造西藏未来的先驱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该论坛是专门为年轻的藏人设立的，希望他们为西藏事业做出各自的政治角色，并敦促他们在明年的论坛上扩大建议和议题。另外，本周二8月20号，印度中央邦前首席部长、人民党议员西夫拉杰辛格乔汉、西马希尔邦前工业与交通运输部部长、地方议会议员基贤卡尔普参访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司政向2位政要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运转情况、境内藏人的苦难，并就香港的抗议事件进行了讨论。西夫拉吉表示，他们将会继续关注西藏的议题，帮助藏人得到自由。与此同时，印北达兰萨拉的格尔登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于8月14号向媒体发布消息指出，西藏阿坝格尔登寺2名僧人于去年遭中共拘捕，其中1人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1人至今下落不明。同样，阿坝和芝寺的1名前僧人政治犯也于2017年8月遭捕后，目前同样与外界失联。
西藏阿坝格尔登寺约37岁的僧人洛桑塔克于去年遭中共拘捕，今年7月30号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名遭捕的藏人是格尔登寺36岁的僧人洛桑多杰，他于去年8月份被警方强行带走，至今下落不明。阿坝合支寺32岁的僧人土巴于2017年被中共警方拘捕，从此与外界失联。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8月21号，藏人行政中央驻西摩拉首席代表丹兹诺布同当地非官方机构的藏人代表拜会印度西马希尔邦新任首席部长卡拉吉米什拉。当天，首席代表丹兹诺布与当地西藏寺院、西藏自由运动、西藏青年协会及西藏妇女协会等的多个非官方机构的代表，一同前往西马希尔邦首席部长办公室，向新任部长米拉什卡吉表达了祝福。西姆拉首席代表同上述的藏人代表西马希尔邦境内的藏人僧俗民众，向新任首席部长米什拉敬献西藏传统哈达和赠送一份纪念品，以示祝贺和谢意。藏人代表们也期望在新任首席部长的领导下，当地政府和印度民众继续加大支持西藏的自由运动，以及为藏人民众提供各项援助。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